呢幅三聯畫裏面點解要畫一個喺洗手間裏面痛苦嘅男人？呢個人係邊個？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幅我好鍾意嘅作品，Francis Bacon 嘅三聯畫 Triptych May June 1973。Francis Bacon 係一個出生喺愛爾蘭嘅英國畫家，佢嘅作品好多時候都充滿住一啲扭曲嘅人體啦，強烈嘅色彩對比，同埋一種令人難以忽視嘅情緒同埋心理張力。咁而喺呢一幅畫裏面嘅人物係 Francis Bacon 生命裏面一個對佢影響好大嘅人，就係佢嘅 partner George Dyer。佢哋之間互相吸引，但係佢哋之間從來都唔係風平浪靜。到咗1971年，佢哋嘅關係越嚟越破裂，Dyer 嘅情緒越嚟越差，酗酒行為越嚟越嚴重。就喺呢個時期，Bacon 迎來咗佢藝術生涯一個好重要嘅時刻，喺法國嘅巴黎大皇宮舉辦大型嘅回顧展。佢係繼畢加索之後第二個人喺呢個地方度做展覽，標誌住佢嘅藝術喺國際嘅地位得到肯定。但係喺一個咁重大嘅時刻，一場巨大嘅悲劇就發生。有一晚，Bacon 返到佢哋入住嘅巴黎酒店裏面，佢發現 Dyer 醉咗喺張床上面，身邊又瞓住另一個男人。於是兩個人呢就嘈咗一場大交。Bacon 就憤而離去，搬咗去另一間房度過夜。而第二日，亦都係展覽開幕前2日，George Dyer 被發現喺酒店房裏面嘅洗手間，因為藥物同埋酒精過量自殺而死。為免影響開幕，當時 Bacon 同埋其他相關嘅人決定唔報警住，暫時保密，然後通報警方。而 Bacon 亦都需要如常咁樣出席展覽。呢一件事亦都為 Bacon 帶來好大嘅罪疚感。佢後來亦都同傳記記者 Michael Papiet 講過，佢冇一個鐘頭佢唔係諗緊 Dyer。佢對於 Dyer 嘅死感到極深嘅內疚。如果嗰一日佢冇離開，如果佢只係留返低去確保佢冇事，或者佢今日仲生存緊。George Dyer 喺1971年嘅10月離世，而呢件三聯畫嘅作品喺2年後嘅1973年10月展出。裏面嘅畫面正正就係描繪緊 Dyer 死亡嘅過程，亦都係佢屍體被發現時嘅情形。喺左邊嘅畫面，你見到佢蜷縮咗喺個馬桶上面，狀似好痛苦，姿態扭曲。而中間嘅畫面上面有一盞微弱嘅燈泡，Dyer 好似被黑暗淹沒咁樣，有一道黑影由佢身體下面滲開，擴展到去洗手間出面。去到右面嘅畫面，佢膚色慘白，伏咗喺洗手盆上面嘔吐，生命好似液體一樣迅速咁樣流失緊。分別喺左右2幅畫裏面都見到一個白色嘅箭嘴指向 Dyer 嘅身體。Bacon 佢話過咁樣做其實就想好似警方照片咁樣，為作品嘅人物提供一種明確同埋正式感。佢希望作品睇起嚟有一種臨床式嘅距離感。而自從 Dyer 死咗之後，Bacon 不時會回到嗰間酒店，入住返同一間房，瞓喺 Dyer 背叛佢嘅床上面，用住 Dyer 過世嘅洗手間。有時會長達2個星期，就好似一個儀式咁樣，亦都好似一種自我折磨。Bacon 佢一再強調，佢自己絕對唔係一個表現主義者。佢並唔係為咗去抒發或者係表達悲傷而創作，但係或者佢每一次重回現場，每一次喺畫布上面描繪 George Dyer 最後一刻嘅時候，無意之間亦都處理佢當時冇辦法即時回應嘅哀痛同埋內疚。